大学的学历测验明年1月20到22要来举办，这摆申请入学的部分有2000多个校系，其中这大部分拢是用3科的成绩，有校系是规起敢若采用1科的成绩尔。这高中老师就来讲，采用科目若是愈少，会影响学生的选择。申请入学是高中生入去大学上主要的管道。大学精选会统计，每年有2208个校系参与，参赛3科的科系上济，计共有853系。第二济是参赛2科，有549个校系。若参赛1科的校系嘛有270个，甲今年相比增加53个校系。学生就会去挑。他如果今天他的学群参采国文科相对是比较少的，那他确实他可能放在国文的心力就会比过去还要来得少。高中老师认为参赛科目减少袂影响教学，不过会影响到学生的选择甲准备。新学府的专家指出，参赛1科的校系有真侪拢是参赛国文，而且多数是私校，应该是和招生的压力较大有关系。大学还是面对了很大的所谓的招生压力，这不是学校好不好，而是真的这种少子化造成的影响。各间学校的校系有家己选学生人才方向，以知名大学主讲系做例，台大甲成大无参赛国文，阳明高大甲清大有有参赛，而且阳明高大佫规定要达到群标的分数。有能力在我们的这个逻辑，然后结构能力上面是有帮助的。台湾也想要发展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GPT 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，这样也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大学表示，申请入学参赛科目减少是趋势，会当减少学生的压力。不过第2阶段也是会看其他方面的表现，学生在准备时也是爱顾好周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